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遮个山还未生出地甲世界，你还未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因为伫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搁亲像暝间的一更。你亲像用大水甲因流去，因亲像困一醒。早起时，因亲像发生的草。下面咱做伙来献开圣诗，成圣诗第222首，有圣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兄弟姊妹做伙起立来吟全首。来做信仰的告别，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面，咱先着咱做伙来读，来请。我是信谁？在你的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子子，咱主，伊对圣神大开，对在世路咱家出世，伊本就要多人来思考，并是是摆造。三日对世人中告我，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后壁面的部分，启应文成圣诗20篇。诗篇90篇。互人献着咱做伙来起，第声。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正山还未受造，世还未做成。第声，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予土造的人归回土粉。
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一声，你用大水甲人冲上山，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生气下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生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予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予阮一生有那侪艰苦甲灾难。求你，予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一声，求你，予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予阮所做的一切亨通。以上，咱作为额头来祈祷。是阮天父爸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感谢主，搁一摆带领阮经过1礼拜久的时间，互阮伫每一日每一个时刻内面，拢会当来享受主你所陪伴的一切。也感谢主你恩典，互阮用欢喜的心甲灵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也求主搁一摆带领伫阮今日教会所做的一切，也搁一摆求主保守看顾。互阮今日伫阮的静心听候，主你搁要对阮每一个人所讲的话，互阮倒看阮家己，互阮搁一摆会当有一个智慧的心伫阮的中间，也求主你的圣灵圣神保守坚固。主当这个时，也搁一摆将阮的世界的仰望日主，现在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战争的当中，也求主你的和平会当来降落这个土地，也搁一摆带领伫阮台湾这个岛屿。现在疫情也渐渐来慢慢好起来，也互阮有够也的信心，搁一摆重新徛起来。为着台湾这个岛屿顶面所做的，也求主你也搁一摆带领陪伴，也互阮会当伫这土地顶面，会当搁一摆来荣耀伫你，也搁一摆将阮的教会也恭敬伫主。现在有侪的事工要来推动，也求主你搁一摆兴起伫阮正兄弟姊妹当中，无论是家庭。无论是这青年，还是伫阮这同工，会当搁一摆同心合意，也求主你也有缘会当来保守看顾，也互阮这家庭每一位诶每一摆的 RPG， 也是伫家庭祭坛顶面，也求主你的圣灵也甲因三甲伫地。刚才有侪恶当当、恶当当的代志，也是拄着辛苦病痛的代志，主啊，求你怜悯帮助。也搁一摆有你的圣手，也在保守看顾遮个，也搁一摆将阮的正兄弟姊妹也恭敬为主，无论是伫事农工商顶面，有缘有助力来带领陪伴，互阮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志，伫每一日每一个时刻，有缘会当时刻倚靠伫你，会当搁一摆来跟对主你的脚仔来学习伫你的话语当中，搁一摆将阮今日牧者所传讲的信息的内面，有缘会当来搁一摆来学习领受听读。有缘搁一摆，叫阮今日礼拜一切分别伫主你手中，也刚才有我倒来到阮中间的正兄弟姊妹，也求主你的圣灵，有缘来甲因撒甲伫地，无论去到伫倒落，也有主来保守看顾。有缘搁一摆
伫遮感谢主你听透，感谢主你搁一摆保守，感谢主你搁一摆来坚固。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圣存来恳求。下面是学老，今日是抗日所带领，幸哉幸哉幸哉。
感谢孔丽所带来美好的歌声，愿一切荣耀拢归伫咱阿爸父上帝。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好，咱现着咱做伙来读来请。我伫上帝的面前，甲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伊督耶稣的面前，为着伊的显现，甲伊的过来，通过你着传道理，无论这时不这时，着全如伊用百般的宽容，甲是来责备警戒。劝勉，因为是日咧教，人咧毋勇敢端正的代志，咧偏袒像爱听做者先心，照家己的私欲，搁额头毋听真理，去应无影的话，好过你凡事的职责。忍受艰苦，行传福音的负担，来自你的职分，因为当我的做决定着新的时候，我已经真正好好真正，已经通早的学习，已经所是的道理。他了后有伊的勉励，甲我一般提笔，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之伫迄日来我，人互我，免互记那屏幕以显现的人。好，以上愿上帝祝福有照入的意来行的人。下面是咱牧师要来讲道的时间。今日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奔走美好的路程。从以下时间交郑牧师。感谢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看你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面前，搁来一摆对你的话三较实。看你会当，互你的话，成是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坚固、徛在到伫永远。特别伫这信仰的顶面，坚持到落尾，来领受你上水要互阮的免流。但是阮要对你的话三较实，看你互阮会当伫你的话顶面，搁来一摆得到帮助甲启示。我要开始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嗨，姊妹大家平安。这本册就是讲我离开了后 ，What to do when I am gone？ 讲啦吼。请问，咱敢有人看过无？这本册是一名的。叫做插画家吼，迄个画图吼，会当对咧作家啊，个会当安那画图吼。即个哈利，伊伫某一摆安那失眠的暗时，伊突然间意识着讲，老母总有一天会比家己安那先离开即个世间，所以伊只咧想，讲假使有一天无老母陪伴伊。伫遐甲中国，伫遐来，互伊有意见，家己就必须要单独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的挑战。即项，互伊感受到非常的惊吓、甲悲伤。所以，哈利伫遮，阁想，迄时老母也会错过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那呢，敢毋是真遗憾？敢毋是，互伊感觉非常的悲伤呢。所以隔日早起起来，伊伫遐来请求伊的老母，伊老母叫做苏西吼，写一本啊呐，妈妈离开世间的指南，互伊。哦，这伫
西方的世界讲起来吼，因无啥物禁忌吼，总是中国的世界，伫迄个亚洲的世界吼，即种的禁忌有较侪哦，所以较毋人无敢安尼做吼。不过伫遮，咱会看出讲，即个作家伊本身的期待，老母咧，若真正若下伫的旨意，真正互伊一个指导伊如何来度过无老母陪伴的日子。所以咧，即本啊，互人感觉阁真感动，互人会哭，阁会笑的一本册。我离开了后，我的老母，我离开了后，一个老母互查某囝的人生指南，以及遐个呐来不及，甲遮个囡仔，阁来讲起即个死无，咱如何来赢取即个新的性命，就伫遐来产生。就讲遐个来不及讲疼甲关心的话，即种的即本册就伫遐来出诞生。当然，即本册中间有真侪当互咱伫遐来思考的话，譬如讲，咱应该做甲咱的囡仔来讲伊啥物？讲伊死无即件事。我相信咱伫亚洲的世界有真侪人要讲伊即个死的代志，拢真惊吼。有时无人敢讲，有人讲，是人要过往的时安那，爱留啥物？遗言遗书吼，有真侪人安那无做吼。我老爸要过身的时，其实也无做着即项代志，伊毋知伊当时要过身吼。突然间的代志发生的时，伊讲也要搁写吼，家己为着判病，伫遐急救，伫遐咧超凡的时，根本无法度去写遮个，去思考着遮个代志。所以伫西方的世界有真侪人，因搁伫世间的时，就开始伫遐咧思考，伫遐要怎样甲伊囡仔、甲伊细囝，甲搁较侪人来讲死的代志。伊讲咱如何要来赢取即个新的活命，也共款，伫遐来重视即个性命的失去。伊讲用心啦，为了即个世界做一件啥物好的代志，就会当互即个社会减一寡啥物负能量，较无好的代志。无论你是偌尔小块一件好代志，拢会当互即个世界变甲更较好。意思讲，小做一件小代志，佫是好事，就有时就会影响了即个世界的某一部分。来讲，咱做来读一本好册，啉一杯茶，还是甲你的夫人人、甲你的先生同齐伫遐来散步，这是咱生命中上水佮上好的时刻。还是甲你的囡仔，伫遐共一样。还是讲，咱坐伫遐骹车边碰到骹车边，是伫遐咧讲着一寡平常时的代志、生活，迄才是咱所会当伫遐真正少念的。遐姊妹，如果你的生命只剩3个月，也是搁较短的时间，请问你会想要留落什么款的帮助来鼓励你、帮助你所听的人呢？可以当继续行伊人生的这条路咧。正像这个老母苏西，伊写这个我离开了后的这本册，通互伊心所疼、所爱的查某囝，会当来面对以后无老母、无伊家己的日子。伫遮咱来看去第2摆受关入罗马监狱的保罗，伊伫遐来感受着家己离开这个世间的日子愈来愈近啊！为着要互伊属灵会囝儿提摩太，伫无家己的了后，会当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并且会当伫信仰上来承接伊，努力伫遐来传福音，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伫遮咱保罗伫遮来写提摩太后书。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伫离开世间前
所写的最后一本册。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就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本册的最后一章。兄弟姊妹，一个人伫伊要死亡的以前，思思念念所挂虑的、所伫遐想的、关心的，到底是啥物？我相信有真侪人必定是安那看做真重要的代志，也是生命价值观的所在。所以，伫咱每一个人有一天，也拢会安那面对这条到伫上帝所在去。请问，什么是你看做重要、最有价值？也想要你伫遐搁再一再吩咐你的囝儿、你的子孙的话咧？伫这个奔跑人生的这条路，什么是保罗看做重要、最有价值的？伫提摩太后书4章1节，伊讲：我伫上帝面前，甲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为着伊的显现，甲伊的国来。伫这段开始的经节顶面，咱看到保罗上看重的、上有价值的，就是安那，就是信仰。这个信仰，就是相信什么？相信生命真正的掌管者是咱的上帝。相信基督耶稣将来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相信主耶稣要搁再来，并且是带着永远活永世国度，要临到伫这个世间。就这款的信仰，和保罗伊会当伫患难中间，依然有活泼的盼望。就是面对这个死亡，伊也拢无惊吓。兄弟姊妹，你的信仰有互你所面对这个艰难的人生，充满着信心、勇气甲盼望无？是你会当面对着这个肉体生命的终点站死无？你到底是惊吓软呢，还是恐慌呢？还是你有迄个活泼的盼望？保罗伊直接坚定的相信，伊所持守的信仰是遮尔啊真实。因为安尼是，就是面对死亡的以前，伊也真心中的交代。因为下面所要交代的代志，不但关系到咱的今生的祝福，更加是关系到永世的国度临在的时，每一个人拢必须要面对的那掌守甲处罚。兄弟姊妹，咱拢知影思想会带出行为，就是行动。咱有什么款的信念，就会做出什么款的行动。保罗因为深信，每一个人将来拢要伫上帝的审判台前，清楚来交代一生所做所行，所以伫遮真心中会吩咐提摩太，吩咐你着安那，你着爱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着专务伊，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警戒、劝勉。听我读书4章2节，着传道理，这是种命令的这个动词。着传道理是保罗思思念念上重要的代志。伊讲伊若无传的安怎？伊做啥物？在下。这是保罗真强调的代志，上重要的代志。伊伫遐心中的交代提摩太，咱知影传道就要传啥物？耶稣基督的福音，伊教导上帝纯正的话语。传福音无时间性，无论得时不得时，拢着爱传福音。伫遮咧讲得时，就是讲好的时机；不得时咧，也是指无好的时机。无论得时不得时，拢着爱安那，爱思想要怎将基督的福音伫遐来安那宣扬出去。所以咱伫遮会真清楚，咱教会一个真重要、非常重要的
事工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传福音。不但是教会真重要的事工，也是咱的使命，更加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兄弟姊妹真重要的事工使命，这真重要。所以基督徒应该随时来准备好家己，伫各种的状况下，拢会当用上帝话伫遐来勉励、安慰、造就、鼓励人，会当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就全无以。伫遐咧讲，全无以就是传福音的态度。你若无专心，我知影，咱就爱知影一件代志，就无法度伫遐做成。所以专心就是当讲，的意思是讲，会当专心、尽心、尽力去做。兄弟姊妹，传福音确实有时爱专心。牧养羊群，就要用百般的忍耐，逐样的教示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咱知影，当人伫遮来接受这个福音，伫遐来洗礼。你若是这个福音洗礼，有时一时的什么感动，对无？我相信真侪人来洗礼是感动，啊，这个感动呢，有可能是一时性的。甲这个一时性的感动，如何要有这个一时性的感动，真侪一生的坚持呢？这就是咱伫牧养的工作非常的重要。第一，牧师有讲，牧养敢容易嘛？我相信非常的无容易，无简单。所以伫这个所在，使徒保罗伫遮提到有几个牧养重要的工作。用头前就耐心劝勉，耐心劝勉。伫遐真温顺，阁真有耐心伫遐来讲哦。啊，这有时伫今仔日世代，是大人有时若足有耐心伫遐甲囡仔讲，但到尾就变做啥物？变做啰嗦去吼。囡仔就有时拢足无爱听吼。不过伫这个所在，伫信仰的道路顶面，相信有真侪人拢有即种的挣扎。拄仔咧讲，就是种老的我、旧的我的个性、脾气、歹习惯，犹原伫遐甜着咱。你甲无法度做出上帝所爱咱做迄个水阁好，兄弟姊妹，领受救恩来洗礼，这是一时刻的，这是生命的改变。着正诚的道路伫遐来进前，却是一生的学习。所以牧者的牧养工作，就是要怎样来帮助咱兄弟，靠着主的恩典，互咱即个旧的生命会当翻转变，成做新的生命。这并不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也因为安尼时，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拢愿意伫遐来接受牧者真理的教导，因此牧者就必须要用时间、耐心伫遐来关怀、鼓励、甲勉励。所以头一项耐心劝勉，第二项伫遮讲爱督责。督责的意思就是讲爱督促、责备。这今仔日来讲，我看更较侪人啦，你小可好。念一个，讲一个，骂一个，若骂一个就较严重啊吼。所以伫遮咧讲督促是积极的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啊，小可互伊一点压力吼，催迫伊伫遐来向前。啊，伫遮讲责备就是指出伊错误的所在，莫当更正。两者拢是为着生命的成长的必要。兄弟姊妹，咱爱知影人是安那，有时是安那有惰性，就是安那会变单。恁知影无？你即摆咧工作，忽然间无工作，你安那？规工拢伫咧厝安那？啊？你若无代志做，规工拢伫咧厝安那？拢咧困较济，我咧讲，真侪人拢伫咧困。但是你若陈老师，我会去退休了，会搁去做志工，搁去做啥吼？
参加总会、中会，做事工，家长也共款。你若有去参与伫遐参加，你就安那有事工伫咧做，甲这是非常的重要。你有迄个心，有迄个事工，有迄个传福音的热情，你就袂安那，袂有即种的平淡性，就无讲无想要震动。我会记得以前有一个爱修会一个总干事，日本的，你敢知几岁？世界搁伫遐奔跑呢，81岁，世界伫遐奔跑，总干事伫遐为了耶稣基督福音，为了爱修咱对即种的人的迄个性命，人迄个灵性，爱这样伫遐啦，为了人祈祷、不死、鼓励，到处去。90几岁的传教者，依然为了上帝教的福音，伫遐咧宣扬，伫遐咧引传、甲带领，好伊会当啦，伫遐积极为了主的工伫遐做。所以咱伫遮需要彼此伫遐互相激励、督责、催逼。所以有一寡啥小块压力，才会当伫遐来成长。如果有错误，就爱彼此伫遐来提醒、警戒。劝勉人爱安那回转，转来到上帝面前。这目者伫遮咧帮助兄弟姊妹，都爱扎根伫即个信仰，定根伫即个信仰，伫灵命顶面伫遐来成长。这需要上帝智慧伫遮咧督促、责备的。所以愿上帝当帮助咱，特别帮助牧师伫遮所做的一切。第三项。爱教导，基督教真重视的这个宗教教育，因为上帝是丰盛的上帝，丰富的上帝。咱若愈认识咱的上帝，你若对上帝愈了解，你所要领受的，就愈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牧者有真重要的责任，就是正确的教导这个信仰，帮助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更加丰盛、富有。会得到稳定甲祝福。为什么要传福音呢？这个传福音过安那百般会忍耐呢？保罗直接讲，因为时日要到，人要唔用阮端正的教示，要耳孔上，爱听侪先生，照家己的需要，搁额头唔听真理。去无影的话，提摩太后书4章30-4节。伫这个所在，保罗有伫遮有讲有侪人伫遐抵触这个什么，还是讲拒绝这个真理真道。伫这个真正需要特别需要注意的时，就是啥啦？保罗提及到这个抵触，还是讲抵挡拒绝真理的人，并不是安那。遐个还阁毋捌上帝、毋捌主耶稣的人呢，而是已经安那，就是咱已经领受这个洗礼信主耶稣的人，总是伊安那，因伫受这个俗世的影响，受这个俗世世俗的影响，地教消灭些什么？圣神的感动，所以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已经信主耶稣，去安那，去唔用阮端正的教示，因感觉上帝的教示，这条真理的道路开始真严格。有时感受到讲，哇，这上帝对咱的要求伤过多，所以互咱特别遵照行大真正困难，互因学伫遐来接受，因此咧，无想要听。更加无愿意去遵行，这是头一项。第二项，因虽然已经信耶稣，却只敢想要安那听家己想要爱听的。我相信人拢是安尼，你拢介意听，你爱家己爱听的，对吧？有时啊呐，一寡较无啥会刺激咱心的无爱听，是不是安尼？免讲大人囡仔。搁较细汉的囡仔若共款呢，但拢期待当那顺伊的意思，伊所介意的，人拢是安尼。所以咧，
因只硬想要听伊家己爱听的，做家己想爱做的。第意思讲，照家己的需要，爱听做做先生，而且会做做先生，只讲因想要听的话，并无按照什么真意、正意，而遐来分解真道，这个真理的道理，真理的道。这第二项，第三项，因对人物上帝、人物这个信仰无兴趣。圣经讲，国外头唔听真理，去无影的话，就是讲选择无要听真道，追求会当满足家己欲望甲好奇心的时代想法，也是安那？吸人的种叫鸡汤信息，迄种鸡汤信息听了大家就爱听的。但是安那，是咪符合伫上帝的道理？迄个无一定。第二节所在，保罗伫遮提醒提摩太，警告提摩太，讲伫牧养教会时，会拄着即类对信仰冷淡退步的人，需要牧者用百般的忍耐去教导、去警戒、去劝勉，总是就是用真心伫遐教导劝勉，牧者有时会拄着抵挡。服务者呐，伫遐伤心艰苦，甚至灰心失志，确实是安尼。因为咱知影有疼，有时即个疼变成做咱会受伤害。牧者也因为疼羊群的关系，伫警戒责备、劝勉无乖的羊的时，互即个羊甲踢着伤。总是保罗伫遮勉励提摩太。独你凡事着安那，凡事着谨慎，忍受艰苦，行传福音的工来尽你的职分。提摩太后书4章50节，兄姊妹，牧者受差派来照顾羊群，总是咱知影，牧者也是人。牧者既然是人，所以伊要伊。会欠缺无够，特别拄到这个无听话的羊，也会受气，甚至也会受伤。所以伫这个所在，保罗勉励牧者伫牧养的时，爱有3种的基本态度。这3种的基本态度，头一项是啥物？爱谨慎。谨慎是安那？你的头壳安那？爱保持清醒，要清楚，避免受家己甲安那别人的什么情绪伫遐受影响。别人的情绪伫遐靠甲安尼，你的心情会受影响无？会啊。但伫遐甲你一直骂，你的情绪会受影响无？像人咧甲你学咯甲哇，你敢若要飞起哩无？拢会啊，所以这个情绪是非常的重要，爱谨慎啊，是讲感情这个情的影响。所以头壳爱保持什么？爱保持清醒，才咱避免受到撒旦的诱惑，才咱找出教会也是信徒的问题伫道路。头一项，第二项就安那，忍受苦难。传福音，兄姊妹真正无简单，特别今仔日世代，特别是咱知伫过去宗教无自由的时代，传福音甚至有啥物性命的危险，对吧？有侪人伫遐来顺道为着传福音，伫遐来拄着性命的问题。其实咱知影要帮助兄弟姊妹伫即个属灵性命的成长。要养持伊的灵魂刚强壮大，也同款，真无简单。因此，保罗伫遮提醒提摩太，爱有主耶稣背世界这种的心理准备。这是牧者爱忍受这个苦难。第三项，爱忠心行事奉的职务，也是讲得爱忠心尽职。
意思讲尽力最好家己应该做服侍。这个结果咧，交什么人？结果交什么人？交咱兄弟姊妹吗？还是交什么人？交上帝。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咧提醒咱兄弟姊妹，无论替人祈祷、传福音、做见证，最后是交什么人？交上帝。毋通来甲牧师讲，牧师我甲讲到要死拢无效，甲我讲无效。啊，请牧师去看有效无安尼吼。阮真侪兄弟姊妹过去安怎？牧师，阮囝拢甲讲拢讲无效，看牧师有法度无吼？这就是安那，袂记咧，咱传福音是为着什么人咧传？为着咧上帝咧传。到尾咱所做爱交代什么人？交代上帝去行去判断。兄弟姊妹，咱常常会讲，来到教会，咱拢是一群什么？蒙恩的什么？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呐！咱拢是罪人，因为咱伫遮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咱的共同目标，就是生命原理为了主的听，伫安那来改变，靠主的恩典，着更较好的家己来努力。总是每一个人伫信仰成长的路上。每一个脚步，每一个人咧行拢无共款。上米饲百种人，有时安那，佫有即个老的我、旧的我的个性，咱的脾气、咱的思想、咱的习惯，伫遐来影响。牧者无可能互每一个人会当满意，有真侪时阵也安那，也会受到批评的时阵，有无？有啊，牧师若做无好，有人会讲会念啊，若是会啊，哦，所以伫遮牧师啦，是讲牧者爱伫遮反思的，就是是毋是尽本分、忠心尽职。牧者必须要求主帮助，立志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大家也着爱为着什么？牧者伫遮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牧者。凡事谨慎，忍耐苦难，就忍受这个苦难，忠心尽职，最后这个传道理的职分。以上是这个年长的传教者保罗，伊对这个年轻的传教者提摩太劝勉甲吩咐，佢来当有教业的智慧。上帝恩典伫遐来牧养教会，做一个忠心够见识的好管家。兄弟姊妹，当咱若尽本分，做好上帝所交托的职责了后咧，咱会得到什么款的报赏咧？这个忠心尽职的老传道者保罗伫遮安尼讲，伊打我的火，得做灌奠。我过世的期到啦，我已经真正好的真正，已经尽跑走的路站，已经守所信的道理，打了有义的免流，甲我备办下地，对主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毋但互我，也要互见那形无以显现的人。听我来后书4章60到8节。如果咱讲保罗写提摩太这个书信的中间，上水上好的圣经节伫倒落，应该通讲的，就是伫这段经节。因为伫这段经节的中间，保罗直接提到咱特地注意的代志。头一项就是啥物？你如何看待死亡呢？保罗知影家己的时间已经安那无偌济啊。伊讲我现在被安那灌奠，咱知影灌奠是旧约时代上帝献祭种仪式，就将酒安那压伫即个涂骹顶面，完全献予上帝。保罗伊家己要离开即个世间，伊将家己即个离开世间的事，比如做灌奠，意思讲
我将这原本就属于上帝性命呐，搁交转去到倒位？上帝，交回互上帝。嘿，是袂咱真清楚，咱的性命源头是啥物人？咱的上帝。所以咱的性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咱都要相信，无人会夺走咱的性命，只有上帝。当你时间到的时，咱就会煞了伫世间的路口，归回永远的家。一生为了主来活的保罗，当伊被关伫这个监狱的内面，伊真清楚会知影，见主的面的时刻要到啊！伊活是为了基督，死也是为了基督。无论是活是死，这一生拢是属于主的。所以保罗无认为占卜的这个罗马皇帝会当夺走伊的性命，是伊家己愿意将性命奉献转去予上帝，也因为伊已经完成今生的使命。因为即便咱会知影，无上帝的人，死亡是上大的恐慌。总是对一个有上帝的人，离开世间，就是要去到呢上帝三角地带。迄是水果好无比的福分。请问你如何来看待你人生的终点？就是要转去到上帝遐，即个死亡咧。这头一项。第二项，你如何看待家己的人生呢？因为这个对你来讲，人生好像是啥物呢？特别离开这个世间的保罗，伊伫遐来回顾伊的人生。伊讲安那，我已经真正好的真正，已经真跑走的路站，已经守所信的道理。同埋大后书4章7节，但是遮来看保罗，伊看待家己的人生。好像一场的竞争，也好像伫即个迄个运动场的啥物会跑走。这毋管是真正还是跑走，拢需要有方向，需要有目标。更较重要，就是要有价值。兄弟姊妹，请问你所参加的是特地参加的真正？特地竞争的跑走嘛？你若毋知为着什么来战，为着什么来走？有时对咱来讲，咱的人生好像咧浪费家己的性命共一样。兄弟姊妹，伫跑走人生的这条路的顶面，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三重任务要完成。这三重的任务要完成的头项，就是要参与什么？属灵的竞争，因为主耶稣要拯救你的灵魂，什么人也在抢你的灵魂？撒旦也在抢你的灵魂，所以咱不得不参与伫这场属灵的竞争内面，每一天每时刻，拢都要做出什么选择。第二项，咱在奔跑属天的道路。基督徒虽然活伫这个世间，却是伫咧奔跑属天的道路。咱毋是只敢停留伫这个今世中间，你是按照永远的角度，不断伫遐咧迈进，不断咧向前。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就要持守这个信仰。无论是属灵的竞争，也是奔跑属天的道路。信仰就是咱基督徒的方向、目标、甲价值。因为这一路上，咱会拄着最多的阻碍、阻挡、挫折、失败。有时咱会骄傲，有时咱会自大。只有坚持这个信仰，忍耐到底，才会当走到人生的终点站。第三项，审判台前。有想有法，这兄弟姊妹，人生这条路讲长啊呐，伊讲也无真长；讲短也无真短。上帝袂互你的一生长到有时间去浪费，总是也袂互你短到
互你无法度完成你的梦想。总是咱着爱知影，生命是需要交代，生命是需要交代，所以爱谨慎好好使用。因为当时间到的时，咱就必须爱回去生命的主，伫安那，甲咱一生交伫伊的手，甲伊讲咱一生咧做啥物，敢若咧甲报告共样。咱怎样来使用咱的一生呢？兄弟姊妹，咱已经真正好的真正，已经真跑走的路站，已经守所信的道理。请问，咱敢真正做有够吗？这保罗伫遮一生坚持，就是要得到永远的免流。伊讲，打了有义的免流，甲我备办下地，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毋但互我。也要互见啊，羡慕伊显现的人。兄弟姊妹，真正好的真正，就是伫这属灵的战争，伫世上的战争已经拍过，真跑走的路站伊也已经伫遐走尽，也守掉所信的道理。这三个动词拢是完成。迄个动词，表示保罗确实已经完成了主所交托、所托付伊的责任。公义的免流，就是比如上帝会欢喜，甲上帝会满足。免流，咱知影免流就是古代这什么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顶面得胜者，会当得到一个有这个月桂树枝这个编织的这个头环我常常咧想到这个巴丁路因因拢会迄个婚礼啊，什么拢有迄个什么头环真水真阳光真通欢喜的事。甲所以这是称作免流，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所以直接讲公义，公义就是守法公正无私，失败者必须爱受处罚，得胜者必得到奖赏。迄日就是指伫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日子。羡慕伊显现的人，就是指亲像保罗共一样，家己亲知，搁有得胜的把握。因此，羡慕主早一日过来的人，这保罗伫这项事的顶面，充满了欢喜甲望。所以兄弟姊妹，人生这条路，毋只是今世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更加是永世要得到这个阳光的免流。所以咱在求主帮助咱伫这个所在。咱伫遮互相来激励，着得免流的目标，共同来跑走这条真正人生水果好的路程。坚持只要信仰的顶面，有一句话讲：人乃到底怎样，终必得救。这是咱的信仰一个真重要目标，也是望。我咱会当伫遮共同勉励咱每。互相勉励，共同伫遮来努力，为着主基督来做一个宣扬者、传教者，会当互更较侪人来明白。所以咱要宣扬、要做宣教，咱必须对咱的上帝是毋是更较深的明白，更较深的迄个关系，伫遐来体会。我相信每一日。咱会当来体会上帝伫咱身上美妙的作为，新的技术也要临到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愿上帝咱帮助咱、坚固咱，怎啊伫遮互相学习，领受上帝对咱更较大的恩典甲祝福。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我感谢你，搁再一摆对你的话，阮伫遮三较信，奔跑这条水果好的路途。的路程，
是主你所要为阮引带甲带领。当阮搁再一摆兄弟姊妹三甲共同伫你的面前，三甲学习你的话时，主可能会当成做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当阮伫遮努力敲吹灵捌的时，会当甲主过来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时时来思考，时时来反省，时时共同来努力，要怎为着主的工直接来行做。主可能你过来一摆帮助阮，阮搁再一摆对保罗伊的最后伊所感受的一切，甲重要的责任。伊所行做，诚做阮最好的模范，会当阮伫遮三脚实共同努力。那像伫遮伊所提携的即个提摩太共一样，伫遐领受着主较大恩典，诚侪福音的工人。到伫今仔日，阮侪人会当得到即个福音的好消息，是传到伫全世界。主，阮感谢你，会当透过你尽忠的劳碌。所行做一切，会当互阮来领受即项水果好的信仰，把着即条向前行的路途。主，阮感谢你，但是阮将阮本身，阮的敬爱姊妹完全搁再一摆恭敬交替伫你的手，求你继续带领引带帮助坚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所带领的美好的信息。下面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做伙来献开圣诗，新圣诗616首，旧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听，请咱兄弟姊妹做伙起立来吟全首。
做伙起立。慈悲疼阮的天父，阮感谢你，阮献上阮的感恩，愿照主你的旨意来成做一切圣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现在，有面报告，请咱做伙来查咱今日的经书。来，做伙来读来请。我已经真正好的经验，已经真好走的路途，已经修所受的道理。那了后，有你的名明，我一定下地，就是主最公义的审判师，以迄日来互我，毋但互我，也要互伊希望伊显现的人，下无大过失。是经70到80，请咱先对咱的周报来看各事项。第一点，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参与会前的祈祷。主日中昼的时，请专心敬拜上帝，莫好使用手机啊，若会使，请手机来关静音，也会当来看圣经读好经。礼拜后有第2堂的华语礼拜，请服侍同工当来继续服侍。1点是社青在4楼有聚会，也欢迎社青朋友做伙参与。同一个时段也有小诗班，也有邀请圣经老师来指导，也欢迎同学来做伙参加。有些4月份到6月份的新港讲圣经的天窗地的兄弟姊妹，请订做1份来缴。预定8月7号主日的礼拜要来颁奖。第2点，抗日团契定伫8月初6礼拜6举办北里乐山教养院来参访，草地城用餐，也甲可爱的动物做伙互动，也去参观13项博物馆。而早起时8点半出发，报名每一人300，后晚这来报名标定。因为车辆的限制，人数有限，就当来提早来报名。第3点，8月初7后一个主日是咱教会所定圣歌队甲敬拜团的关怀主日。当日也要举行今年度第4摆的圣餐，请咱兄弟姊妹做伙关心，甲主耶稣做伙祈祷。当日庆祝父亲节，也有教会准备红包要来赠送父亲。也要为着父亲，也要来举办洗脚礼的活动，也欢迎亲自参加。教会这边也有准备毛巾甲面盆，应该嘛是做杯仔啦，有有送一箱杯仔要来做纪念，请百合参加。伫会中也得颁发礼券，要来鼓励写圣经天窗地的兄弟姊妹，也会后也有举办蛋糕，要来庆生。7月份到9月份的时间，当天只有1堂下礼拜，也会后4楼有教会小会，请小会员毕业。这是咱请同工来小播放那个洗脚礼的那个饭盒活动。这时也会当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来报名参与这个。1在 Royal Room 里听从总长安排洗脚礼时的位置和进出的动线。2在预备处确认好自己的水盆位置。这部分教会会来准备。3洗脚礼前，将毛巾对着
置于左手臂，开口处朝向自己，接着确认水盆里的水量以不超过2/3为准，并确认水温适中，不要太烫或太冷。礼拜会有同工会来准备这个水的部分。4. 进入 Royal Room 后，依序走到预定位置，站立祷告，等候属灵领袖宣布开始。5. 开始后，单膝跪下，左膝先，将毛巾打开置于大腿上，先双手按在学员膝盖上，做一个简短的祷告。6. 祷告完后，从右脚开始，将学员鞋子轻轻脱下，若有鞋带，要将鞋带解开，之后将脚放在大腿上。这个祈祷会当凭着家己的感动啦吼，然后这个感动会当将袜子从袜口的部分向下卷，卷至1/3时，直接脱下。然后将袜子放在鞋子里，再将鞋子放置椅子下。7. 将学员的脚轻轻抬起，先不要进入水盆中，用手捞起水，倒在脚背及脚跟，让学员先适应水温，之后再将脚进入水盆中。8. 将脚进入水盆后，仔细地清洗整个脚掌、脚背、脚跟。当借这个机会，当家己的爸爸亲密的接触，轻轻地将脚趾分开，清洗脚缝。洗完后，将脚抬起，放在大腿的毛巾上，仔细地将脚上和脚缝中的水擦干。擦干后，将鞋袜穿回，左脚一同。那无问题，到位应该会搁准备一双新的袜仔，互爸爸来穿。9. 同工在清洗学员的左脚时，可换右脚单跪。双脚都洗完后，将毛巾挂在水盆的边缘上，将水盆放在自己的左后方，会有同工来将水盆收走。10. 将水盆放在左后方之后，双手按在学员的膝盖上，为学员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起立，抱着学员。好，以上。望伫后礼拜要参加的这兄弟姊妹的时阵，会当接落这个步骤，安尼来行就使。再接这个第4点，8月14，主日礼拜了后，有举办1点啦吼，举办直播的训练，欢迎有受邀请。也是有意愿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培训。迄天是我会带领即届的直播的课程的部分。也希望咱的青年会当来多多来参与这样的事工的服务，这样子。再来是第5点，本会定伫8月20拜六下晡2点，即马地点有改啦吼，伫和平公园。因为原底是讲伫咱重庆公园这边。因为你用迄边遐会密死去啦吼，所以讲地点有变更，改来到和平公园。要来举办迄个平安爱心的园游会的活动。下暝咱来请心理
阮的总干事，即届活动的总干事来做报告。各位兄弟平安。我刚刚跟志成哥练这一句啊，就击鼓。好，接下来还是要用国语哦，来请大家见谅一下。那就跟刚刚就是仲胜哥说到的，我们这一次就是会举办一个后埔的平安园游会，会在8月20号。那下午的2点到5点在和平公园。那我相信这是主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地点哈。原本我们就是是重庆公园，但因为大家也知道重庆公园它本身是比较长形的一个地理位置，那也真的就是我觉得是上帝预备，因为就不小心里长其实没有帮我们送到公文。那也很开心，其实和平公园这样的一个场地是更适合办园游会这样子，所以我才想说在这边再跟大家就是来做一个报告，因为我希望这是一个教会全体的一个活动，我希望各位下这都会知道这一场活动，然后大家共襄盛举。好，那我们下一页。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当天的净收会全数捐献到家福的基金会，所以家福基金会我们这边也在密切的联络中。那当日他会不会参加？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把这样的一个爱心奉献出去。好，其实那一天我们有一个爱心的义卖，那其实里头有非常多的吃吃喝喝，有冰棒就是吉亚冰，然后也有就是志成长老的小孩帮我们做的一个手工的西点，法式西点，然后也有弹珠汽水，小朋友很爱的，那也有就是水雀长老有帮我们就是准备到的一个卤味，那还有古早味蛋糕，所以其实吃喝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那也有闯关的游戏哦，因为我们希望在附近的一个就是不管是大人小孩，就是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欢乐，所以其实我们准备了蛮多个摊位，是可以有可以玩的，有可以搭配到闯关。那因为我觉得这次疫情过后，我相信附近应该都还没有举办大型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会蛮看好，当然优先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支持这一次我们教会全体一起办的这一场园游会。那里头其实我们闯关活动之后，我们还会准备很多丰富的奖品，来吸引就是大人带小朋友来这边与我们一起游乐，然后吃吃喝喝玩耍这样子。那我们当天还会有一个摊位是福音解签，当然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重头戏哦，因为让大家更多就是左右邻居都能够更认识后埔教会这样子。好，那目前呢，我们的园游券是在认购当中，很火速的认购当中，也很感谢今天其实很多就是弟兄姐妹有帮我们做到一个认购。那当然，其实这主要原因就是认购之后，我们可以去邀请隔壁的，就是附近邻居、亲朋好友来共襄盛举。那每一张其实就是100块，然后从今天开始都可以将费用交给我们的阿曼姐。那8月6号那一天就可以拿到实体的园游券，也就是下礼拜，然后方便大家去发送给亲朋好友，邀请他在8月20有一个在和平公园这样的一个活动。好，那就是我们8月20礼拜六2点到5点和平公园见，谢谢大家。多谢心仪的这样精彩的报告。也回应到拄仔牧师有感觉，就讲爱对外来传福音嘛吼。毋茫讲会当借着即摆的活动，会当将福音来传出去。借着即摆的机会，会当将这福音来传出去。好，接下来第6点，中会商业部定伫8月初5、拜5上午9点半，伫万甲教会举办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是邀请马街病医叶弘医医师来专讲长者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请职局会长来报名。第7点，中华妇女水干部定伫8月20拜六上午10点，伫邦桥教会南区联谊感恩礼拜，也欢迎内关会长来报名。第10点，中华社教部有举办净滩的活动，时间定伫9月24拜六上午10点，伫三芝海滩，费用是每一个人200块。第11点，州部内面有约8月初5到11号的新港港经文经句的道具，欢迎咱的兄弟姊妹来使用。第12点，圣经填充题的范围是咧题目历史第4章，甲地图书第1到第3章。因即礼拜没有受薪啦吼。煞招是咱来做的时间，咱三选做安尼来做的时间。安尼，咱只是起日，为着咱所关心、咱所需要一切，咱直接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三甲自己伫面前对你话三甲实，阮正吟诗学乐，也对你的话得到较大的帮助。但是，阮也举手，举出阮祈祷的手来到你面前，为着阮的需要，阮乡姊妹需要，阮教会需要，为整个世界需要，阮来祈祷。主安只是特别为着人会节来祈祷，因为伊的圣节时来开导，做篇特别互伊当得到你会看到甲保医生护士好的照顾，会当得到紧紧恢复，领受上帝我大的恩典。阮将阮所敬听的人会节完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可以叫做带领因带帮助。阮也有侪侪兄姊妹身躯的需要。主可能也从你的圣手扶持帮助，医治坚固。特别，阮伫阮的周报顶面，我有侪侪人的名拢记伫这个所在。主可能特别伫遮祝福伫因，医治伫因，帮助伫因。今年的毕业生，主可能特别看到伫因新的阶段、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拢得到你的看顾甲祝福。好，庄福音甲曾思恩。当兵的期间，主可能看顾伫因，出来往得到平安。特别军中的生活，也领受你更较大的恩典，祝福满满伫因的身上。主阮教会需要，阮也特别伫遮抗议你甲阮教会的需要三个地点。为阮推动的 RPG 复兴祈祷，也是家庭的这一段，主可能当带领阮，不但全家全教会，同心一意伫遐来兴起即个祈祷。阮的教会得到你更较大的旺盛甲祝福，主可能特别甲阮三个地点。希望希望教会开拓时间，可你也特别甲詹牧师正向姊妹三个地点。台湾社会的需要，主，阮在每一年每一个时刻，阮有侪侪艰难伫遮来面对，特别这几年的疫情。逼到阮侪侪人伫出入来外，伫身躯伫各方面，拢会拄着真侪难题。所以阮知主你会从你的圣手扶持帮助，坚固阮对你的心志，以你的手，特别也要甲阮三较地地。所以特别，阮会来领受你更大恩典，阮因为你的拯救甲帮助，互阮直接得到激励，特别信仰上，更加会当持守到落尾。来领受你更较大的祝福，不但伫阮本身，也伫阮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每一位的身上，做安慰的手，也放伫黄连成长老这个家族每一位的身上，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阮兄弟姊妹中间也有特别出国出外，已经伫国外定居，也是伫遐旅游，也伫遐工作的，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因，出入来往得到平安。也领受你大大的恩典，祝福满满伫因的身上。阮本身的需要，阮兄弟姊妹伫遮带倒的对象的需要，对阮时时刻刻伫遮咧祈祷的时，可能特别伫你的旨意中应允帮助伫阮，不但伫阮本身的求祷，
也伫阮兄姊妹大岛的对象顶面，拢因为阮伫遮的祈祷，来得到侪侪新耶基师充满伫阮的中间。因阮知阮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你着要甲阮三个伫地，你的神，你的气力，着要充满伫阮所祈祷的人，甲每一个大岛的对象，祈祷的对象三个伫地。主阮知，这是阮对你所求的，你也要应允帮助伫阮。但只是将阮所对你求讨一切，完全恭敬交托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留言听者最后的上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助甲引传，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入到闭会。